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小魚看房 Yuki Cho，今日帶大家嚟到高林嘅一個特色天台戶，帶大家嚟睇啊！喺呢個寸金尺土嘅九龍核心，總有一種高度留給少數嘅遠見者。高林樹立於彌敦道九龍核心地段，以一個垂直城市概念打造嘅九龍新地標。高林以俯瞰全城嘅姿態，定義新一代嘅奢華生活美學。我哋同大家一齊參觀高林呢個單位，帶大家嚟到我最中意全屋嘅位置——廚房。呢度有好多 Miele 嘅廚具啦，全部都係名牌廚具，雙星盤設計。仲有呢邊係 Miele 嘅咖啡機同埋酒櫃，仲有一個10CL嘅雪櫃添。呢個單位1452尺，係一個4房雙套嘅設計。我哋帶大家睇下啲房啊！我哋首先嚟到第一間房，基本上4個房間嘅景觀都係望向西南面嘅景色。呢個浴室簡直可以形容為喺一個居高臨下嘅地方淋浴。呢度係間房嚟嘅。呢間房間與浴室做咗道門，增加佢嘅靈活性。我哋依家嚟到第3間客房，我哋依家嚟到主人房，望返我哋嘅大銀幕玻璃窗，左邊係望到呢個西南面嘅維港景色，右邊望到紅磡呢邊嘅維港景色。成間主人房由東南面望到西南面，180度飽覽九龍嘅景色，亦都望到對面海港島區嘅景色。依家我帶大家去到全屋嘅震撼亮點，內置樓梯直達一個386尺私人雲端天台。上到嚟天台係一個身處煩囂鬧市上方嘅一方淨土。喺呢個天台極具私隱度，閒時喺呢個天台種下花花草草，得閒帶啲朋友仔小朋友上嚟開 party。喺呢一個高度，就算玩得幾盡興，都唔怕影響到別人。揾我小魚看房，我帶大家一齊分享感受呢個單位。大家記得支持我，關注、點讚、收藏，俾心心我。